聖經創世記話亞當夏娃咧食咗個樹果，眼前一亮咧就睇到自己喎嚇，嗱嗱聲咧就揾啲樹葉咧就去編翻條裙仔，梗係遮住個私處先啦。即係話咧人咧一睇到自己咧就必定係會有私有私欲有私心，咁唔係就叫原罪咯自己同埋私欲呢家嘢咧道家同埋佛教咧都認為唔方好嘢佛教咧就係叫人見我見人見眾生亦即係話咧除咗睇見自己之外咧，更重要咧係要睇見人哋睇見眾生為咗普度眾生咧就要立願捨棄自己，真係慈悲為懷啦老子喺《道德經》咧都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咧佢永遠係唔會為私欲而去作為嘅，所以咧佢就無所不能做啦。《道德經》又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咧，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宇宙之所以能夠長久係因為唔係為咗自己而生存，故此咧反而能夠長久生存。近日咧，小弟就聽咗敬愛嘅韓大輝總主教講到佢大意話咧，你受洗入教成為天主嘅兒女咧，天主俾你嘅恩寵就會特別多。唔入教雖然係兒女啫恩寵就會好少咯。原來天主即係所謂上帝竟然都會有自己有唔係自己有嗰種嘅大細超嘅私心嘅，真係神學奧秘諗佢唔到啦。